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聽書有賞，我係秘書。今日呢集特別啲，因為我哋已經行到致富心態最後一集啦。之前我哋用咗20集嘅時間，一齊拆解咗呢一本書。今日就同大家做個大總結，呢20堂課教咗我哋咩叫真正嘅財富。財富唔等於數字，書入邊一開始就提醒咗我哋，冇人係瘋子，每個人嘅金錢決定都基於自己嘅經歷。致富係靠運氣，首富係靠紀律。真正嘅財富唔係你揸住幾多錢，而係錢帶俾你嘅安全感同自由。人性大過於理性。書入邊好多次強調，投資最難唔係數學，而係控制自己嘅情緒。貪婪會令你好似永遠都覺得唔夠多，悲觀嘅消息聽落永遠都比較吸引。社交媒體成日就令人亂，所以作者就建議唔需要完美嘅理性，只要合理就夠㗎啦。長遠心態，複利加耐性。致富最驚人嘅秘密其實係時間。複利嘅力量需要長期先見到效果。你唔需要每次都贏，只要唔爆煲，長線就一定有回報。成功唔需要日日發達，只要一次成功之後守住就夠㗎啦。自由同幸福大於一切。作者話，錢最大嘅價值唔係炫耀，而係掌控緊自己嘅時間同自由。真正嘅滿足唔係豪車豪宅，而係唔使為錢憂心，可以過返自己想要嘅生活。其他金句，尾端先最重要。投資輸贏係由少數極端嘅事件決定。冇人係孤島，你嘅財務決定會影響其他人，反之亦然。一切都會改變，過去啱嘅地方，未來未必 work， 要保持彈性，唔好信捷徑。如果聽落太完美，通常就有問題㗎啦。秘書大結局總結，作者想帶俾大家嘅信息好簡單，致富心態唔等於技巧，而係態度。明白夠已經足夠，接受人性有弱點，但唔好俾情緒控制，保持長遠視野，唔好被短期波動嚇親。錢最終係幫你買自由，而唔係買比較。最後一句，最偉大嘅財富其實係安心同自由，唔係銀行戶口入邊嘅零。多謝大家陪我由第一章聽到最後一章。如果你覺得呢一套致富心態系列對你有啲啟發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聽書有賞，同埋 share 俾你啲朋友。留言同我講，全本書最打動你嘅一課係邊一課呢？我哋下集聽書有賞再見啦，拜拜。